接下来我们分头行动，他们走陆路，我们改水路。水路？有船吗？有，很大的船。很大的船。我本不打算走水路，一旦上了船，会整整受困1个月。但为今之计，只能上船。只要无人打扰，1月时间必能恢复6成功力。而继续走陆路，随便来几个清明院的杀手，我们都不是对手。师姐，连累你了。你真的练了仙人术？说来话长，不如到船上后我们再说。师姐，你也需要和我说说我想听的故事。什么故事？我师傅谢看花的故事，征伐魔教的故事，还有师姐的故事。你不想听苏寒、苏典墨兄妹的故事吗？我们的故事拼凑起来，或许就是